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News100，我係今日嘅主播 Mike。先講講今日嘅新聞提要：自由燈塔熄滅記，國務院港澳辦怒揭美亂港真面目，情況點樣？零關稅避風港，香港喺貿易戰中開闢嘅新商機，情況又係點樣？美資鑫關停裁決爭議，司法權與行政權博弈何去何從？詳情點樣？美國退群重創 ，WHO 啟動大裁員，全球衛生治理格局生變。收睇之前一定要訂閱、讚好、分享俾更多人知道啦。先同大家睇睇本地新聞。最近國務院港澳辦發表咗一篇充滿火藥味嘅文章，題目為多行不義必自斃。美國對港惡行自取其辱，反噬其身。呢篇文章將美國形容為一個賊喊捉賊嘅角色，似乎喺度話美國係一隻喺夜晚偷偷摸摸嘅貓，但又大聲指責其他動物偷食。文章中提到，中國外交部決定對喺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嘅美國議員、官員以及非政府組織負責人實施制裁。呢一舉動被形容為對美國惡行嘅堅決反制同埋有力回擊，不禁令人諗起武俠小說中嘅橋段，正邪雙方各出奇招，互相制衡。文章進一步指出，美國喺香港問題上顛倒黑白，抹黑攻擊香港嘅法治、民主、自由以及人權狀況，就好似大家細個嗰陣玩嘅邊個係臥底遊戲。大家都喺度估，到底邊個先至係嗰個真正嘅臥底？美國被指控以維護法治、民主、自由、人權為幌子，對香港進行抹黑攻擊。呢一種行為就好似一個人喺街上大嗌自己係正義嘅化身，但不停咁掉石頭入人哋屋企。美國所謂制裁同埋報告，被形容為霸道霸凌嘅醜惡嘴臉，同埋亂港壓華嘅狼子野心。令人聯想到嗰啲喺電視劇入邊成日搞震，但係最終都俾人揭穿嘅反派角色。文章仲指出，美國長期豢養反中亂港分子，並指示佢哋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嘅底線，就好似養咗一群百厭嘅小狗，然之後期待佢哋可以打爛隔離屋企嘅花園圍欄。至於美國所謂嘅民主同埋自由呢，文章就質問咗美國政府同政客。喺黨派操控選舉、金錢政治橫行嘅情況底下，有啲咩資格談論民主？呢啲就好似一個賭場老細，係咁強調自己從來都唔賭博。美國標榜嘅自由燈塔被形容一早已經黑暗無光，令人諗起嗰啲年久失修嘅燈塔，喺海浪拍打之下搖搖欲墜。最後文章警告美國政府同政客，佢哋亂港壓華嘅圖謀絕對唔會得逞。中國人民不怕邪，不怕鬼，不怕壓，就好似嗰啲喺電影中永遠唔會被打倒嘅英雄角色一樣。呢一篇文章充滿咗戲劇性同埋嘲諷意味，將中美兩國之間嘅外交角力描繪成一場精彩絕倫嘅鬧劇。無論如何，呢一場戲仲會繼續上演，而我哋淨係可以坐喺觀眾席上睇住呢一場鬧劇點樣發展。下一則消息。喺貿易戰嘅烽火硝煙中，香港呢個自由貿易港竟然意外地成為咗零關稅嘅避風港，讓港商們喺風雨中尋找到些許轉機。珠寶商們笑住話：當全世界都係咁加關稅，我哋香港依然可以維持零關稅，仲唔係一個天然嘅購物天堂？想像一下，全球唯一嘅零關稅平台，等你可以以較低稅率買到世界各地嘅靚嘢。係幾咁誘人嘅畫面啊！當然，玩具、手錶同埋眼鏡等產品嘅港商們都不甘示弱。如果美國市場唔得，咁就將貨品留喺香港賣。佢哋打趣咁講，降價促銷令市民同埋遊客有機會執平貨，仲唔係一個雙贏嘅局面？根據政府統計處嘅數據，香港從美國進口嘅貨品入邊，電話、首飾、電子集成電路等都係大頭，然而珠寶業人士卻對此充滿信心。我哋每年舉辦嘅珠寶展覽會係國際盛事，
加上香港法制良好，冇消費稅同埋外匯管制，呢一啲都係我哋嘅優勢。佢哋堅信喺關稅戰下，香港珠寶集散地嘅地位會更加穩固。然而唔係所有人都咁樂觀。周生生大中華營運總經理劉克斌提醒大家，機會係有，但係都要考慮下運輸成本。佢指出，印度係鑽石加工嘅重要國家，而香港從印度進口最多鑽石。劉克斌認為，從美國進口嘅珠寶首飾大多都屬於品牌成品，可能會轉向其他市場。喺呢個背景之下，中小企業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表示，一啲港商可能會選擇將原本向美國銷售嘅產品留喺本地銷售。如果客戶因為關稅問題唔想要貨，咁我哋就要另謀出路。製衣業同樣感受到關稅戰帶嚟嘅寒意。製衣業訓練局主席鄭文德指出，美國市場消費力高，但關稅嚴重打擊咗製衣業。佢估計，即使美國政府換屆，利用關稅作為外交武器嘅情況依然會愈演愈烈。佢呼籲港商們醒覺，將目光轉向歐洲、中東同南美洲等市場。喺呢場貿易戰中，香港以其獨特嘅零關稅優勢成為咗一個亮點。儘管挑戰重重，但港商們憑藉智慧同埋靈活性，喺風雨中揾到新嘅商機。呢一場貿易戰雖然冇贏家，但對於香港嚟講，可能係一個重新定義自身角色嘅契機。下一則消息，美國聯邦法官蘭博斯最近嘅裁決引起廣泛嘅爭議。22號，佢下令特朗普政府停止關閉包括美國之音喺入邊嘅國營媒體，並且要求恢復佢哋嘅運營。然而，呢個決定似乎無視咗特朗普政府對呢啲媒體嘅批評，同埋忽略咗行政部門可能存在合理嘅考量。首先，美國之音同佢嘅姊妹機構，譬如自由亞洲電台同埋中東廣播網，喺某些情況底下被指責為偏袒某啲政治觀點，未能完全保持中立。特朗普政府關閉呢啲媒體嘅舉動，或許係出於對佢哋報導偏頗嘅擔憂。法官蘭博斯嘅裁決似乎係對行政部門權力嘅一種干預，忽略咗政府喺監管國營媒體方面嘅責任。其次，蘭博斯讚賞美國之音敢於講出美國嘅真相，然而咁樣嘅讚美係否合理，值得商榷。美國之音成立於1942年，初衷係打擊納粹宣傳，但隨住時間嘅推移，角色已經完全轉變，尤其係喺冷戰期間，美國之音被用作政治工具，輸出美國價值觀。咁樣嘅背景令佢嘅報導好難全部都客觀中立。此外，蘭博斯指出，國會已經明定呢一類嘅播報為強制性任務，行政部門無權單方面終止或者撤置。然而，呢種立法框架係唔係仍然適合依家嘅國際政治環境，值得重新審視。媒體自由固然重要，但當國營媒體被指責為偏頗時，政府有責任進行調整同埋監管。美國之音等機構嘅停播，造成咗超過1000名員工停薪留職，以及600名合約員工被炒魷魚。呢一啲人員嘅命運固然令人同情，但如果媒體本身存在問題，就應該首先解決根本問題，而唔係單純恢復運營。下一則消息，全球最大嘅公共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 WHO 最近可謂係風波不斷。話說22號，WHO 向各個會員國提出咗一項計劃案，準備來個大瘦身。呢一次嘅瘦身計劃唔單止係簡單減肥，而係因為美國宣布退出，預算大幅減少。WHO 打算將現有嘅76個部門大幅削減至34個，幾乎減半。總部日內瓦嘅管理部門都即將從12個減至7個。計劃未提及裁員問題，令人不禁諗起一句古話：唔提唔代表唔存在嘅。日本共同社引述相關人士嘅說法報道，呢個計劃唔可以說明具體嘅做法同時間表，就好似俾你一個蛋糕，但唔話俾你知點樣食。部分會員國已經表示擔憂，認為組織縮小會影響 WHO 推展嘅事務。畢竟 WHO 目前喺約150個國家都設有辦公室，喺日內瓦總部約有2400名職員，咁樣突然減半，難免令人心慌啊！
WHO 秘書長譚德塞喺聲明中指出，除咗美國拒絕支付會費外，仲有一啲國家都削減咗政府開發援助，就好似突然少咗幾個月嘅零用錢，不得不開始精打細算。不過佢同時都對會員國同意逐步提高會費表示感謝。WHO 2年嘅預算總額大概60億美元，約466億港元。其中美國喺2022年至2023年嘅預算貢獻咗12.8億美元，約99.3億港元，係最大嘅出資國。特朗普喺今年1月第2任任期上任首日就宣布，美國將於2026年1月22號退出 WHO。佢指責呢個機構喺處理疫情以及其他國際衛生危機方面失當，就好似喺球賽期間最勁嘅選手突然間宣布退出隊伍，令其他隊友措手不及，亦都令觀眾眼都突埋。今日嘅分享就嚟到呢度。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影片，請訂閱讚好我哋嘅頻道，就可以收到我哋影片嘅通知。多謝你嘅收睇，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